你想象下，喺中環歌賦街呢條充滿文青氣息、平時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嘅街道上面，突然之間傳出一陣陣震耳欲聾嘅咆哮聲，成條街嘅人都停低晒手頭上嘅嘢，拎起部手機係咁影。冇錯，主角又係佢，嗰個自稱天水圍陳浩南，又話要除三害嘅流馬車。今次佢唔係去揾人隻抽，而係殺入咗香港飲食界嘅老大哥九記牛腩。你以為佢會好似平時咁鬧兩句就認叻走人？今次佢足足大鬧咗35分鐘，結果點？結果係被九記個老細同班伙計聯手反 KO， 仲要搞到警察都嚟埋。件事聽落好似一場鬧劇，但係如果你深一層去睇，呢場喺2024年發生嘅網絡奇觀，其實反映咗一個好悲哀嘅社會現象，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智商稅真相。講起流馬車，大家可能第一時間諗起佢啲白卡行為，或者係佢不斷進出懲教所嘅經歷。但係喺呢幾個月，佢突然之間好似攞到流量密碼咁，話要效法電影入面嘅橋段，去除三害。佢所謂嘅害，就係嗰啲服務態度差，或者佢覺得唔順眼嘅鋪頭。而九記牛腩呢間喺中環屹立咗幾十年，攞過米芝蓮，但係又以態度差聞名嘅老字號，自然就成為咗佢眼中嘅頭號獵物。嗰日，流馬車一行人去到九記門口，一嚟就已經氣勢洶洶。你要知道，九記個老細潘生喺中環係出咗名嘅火爆，連明星高官去到都未必有面俾。一個係網絡上面嘅瘋魔人物，一個係飲食界嘅暴躁老大哥，呢兩粒原子彈撞埋一齊，嗰種火花真係勁過煙花。流馬車一入到去，就開始用佢嗰種招牌式嘅高分貝叫囂，話九記牛腩服務唔好，排隊排得耐，態度囂張，總之就係要幫廣大市民出啖氣。佢喺門口大嗌咗差唔多35分鐘，內容基本上都係嗰幾句，話人哋係黑店，又話人哋蝦遊客。但係有趣嘅地方嚟啦，平時九記啲伙計可能已經同你開火，但係今次佢哋好似一早有晒準備咁，你越大聲，佢哋就越冷淡。九記個老細甚至直截了當咁同佢對峙，完全冇退縮過。呢場對決入面，流馬車以為自己係除三害嘅周處，點知喺街坊同遊客眼中，佢反而更似係嗰條害。點解話佢被 KO？ 因為佢以為可以憑一己之力，令到一間老字號屈服，或者令到公眾企喺佢嗰邊。但係結果係，九記嘅生意完全冇受到影響，反而因為佢咁樣一搞，更多人想去睇下到底發生咩事。最諷刺嘅係，當佢鬧得最兇嘅時候，隔籬啲人反而係度笑佢，甚至有人話佢先係最應該被除嗰個。好啦，我哋拋開呢場鬧劇嘅表象，嚟講下背後嘅智商稅問題。呢個詞呢幾年喺網絡上面好流行，通常係形容一啲嘢名不副實，或者係大家盲目追捧一啲根本唔值咁高價錢，或者唔值得花咁多時間去排隊嘅嘢。九記牛腩到底係唔係一種智商稅？呢個問題喺香港食評界已經拗咗好多年。有人話佢啲清湯腩真係全港第一，有人話佢根本就係賣名氣，服務差到貼地。而流馬車呢種正義化身嘅行為，其實係另一種更高層次嘅智商稅。佢利用咗大家對老字號服務態度不滿嘅心理，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反抗者，去吸引流量。你睇佢嘅片，其實你已經交緊智商稅。點解？因為佢根本唔係為咗解決問題，佢係為咗製造衝突，去換取點擊率。佢知道鬧九記一定有人睇，佢知道搞事一定會有反應。我哋試下將時間撥返去幾十年前，九記牛腩仲係一檔大排檔嘅時候，嗰陣時嘅香港服務態度係點？大家追求嘅係效率，係味道，唔係今日所謂嘅顧客至上。九記嗰種唔憂做嘅態度，其實係舊香港式傲慢嘅殘留。你可以唔中意，你可以選擇唔食，呢個係市場機制。但係當流馬車試圖用暴力式嘅鬧劇去介入呢種商業運作嘅時候，佢其實係將件事變得更加低俗化。大家諗下，點解九記可以咁多年都咁囂張？因為真係有人排隊。點解有人排隊？一係真係覺得好食，一係就係遊客覺得係打卡勝地。如果你覺得100蚊一碗牛腩麵係智商稅，
你可以選擇去食30蚊碗嘅平民粉麵。但係如果大家一邊鬧，一邊又去排隊，呢種矛盾嘅行為先至係最值得研究嘅地方。而流馬車呢次踩場，其實係一種流量勒索。佢想建立一個形象，就係只要我大聲，我就係正義。但係佢忘記咗，香港人雖然唔中意九記嘅態度，但係香港人更討厭無禮貌、無邏輯嘅胡鬧。佢大鬧35分鐘，除咗令到自己嗓子都啞埋，令到警察要出動之外，到底改變咗啲乜？九記依然係九記，佢嘅牛肉依然賣緊嗰個價錢。其實喺香港呢個咁壓抑嘅社會，好多人睇流馬車 D 片係為咗一種代入式嘅發洩。佢哋想睇人鬧鋪頭，想睇人搞事，因為佢哋平時唔敢咁做。呢種心態其實亦都係一種情緒上嘅智商稅。你花時間去睇一個20幾歲、30幾歲嘅男人喺街頭大嗌，你得到咗乜嘢？你除咗消耗咗自己嘅情緒能量之外，其實一無所得。我哋再講深一層，關於除三害呢個概念，喺電影入面，主角係因為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想喺死之前做返啲有意義嘅嘢。但係流馬車呢？佢嘅除三害係建立喺破壞秩序同埋騷擾他人嘅基礎上面。佢口中嘅害，往往係啲喺社會運作中雖然唔完美，但係合法經營嘅生意人。如果我哋容許一個人可以隨意定義邊個係害，然後去大鬧人哋間鋪，咁呢個社會仲有規矩嘅？九記牛腩嘅事件入面，最令人反思嘅係，點解我哋嘅網絡生態會演變成咁？一個完全冇專業知識，純粹靠癲去上位嘅人，竟然可以影響到咁多人嘅感官。呢種係咪大數據時代嘅悲哀？定係我哋嘅智商稅已經交到去一個連基本辨別是非能力都冇嘅地步？當日九記個老細之所以可以反企澳流馬車，係因為佢心入面好清楚，我做生意，你嚟幫襯我歡迎，你嚟搞事我有法律保護。佢唔需要同你鬥大聲，佢只需要維持佢一貫嘅風格。當一個人內心夠強大，或者佢嘅商業地位夠穩固嘅時候，佢根本唔會被呢啲所謂嘅網絡審判所動搖。相反，流馬車呢種踩場行為，反映出佢內心嘅極度自卑同埋對存在感嘅渴求。佢需要不斷揾目標去攻擊，去證明自己仲有影響力。由佢以前喺天水圍拍片，到而家去中環名店執法，其實本質上冇變過，都係一種對公眾注意力嘅瘋狂掠奪。我哋講返九記牛腩碗麵，到底值唔值得大家咁樣去爭論？有人話清湯腩係一種藝術，火候、部位、湯底，每一樣都係心血。2024年前後，雖然香港多咗好多新派嘅牛腩鋪，但係九記嗰種濃郁嘅藥膳味湯底，依然有一班死忠粉絲。你可以話100蚊碗係貴，但係如果你將鋪租、人工同埋幾十年嘅經驗加埋落去，呢個價錢喺中環呢個地段，其實又未必真係咁智商稅。真正的智商稅係當你失去咗獨立思考能力、人云亦云嘅時候。人哋話九記好食，你就去排2個鐘；人哋話流馬車係正義，你就去幫佢刷點擊。呢種缺乏主見嘅生活方式，先至係最昂貴嘅成本。流馬車大鬧35分鐘，最後警察到場，佢雖然冇被即時拘捕，但係佢嘅形象喺正常人眼中已經再跌落一個層次。佢以為自己贏咗流量，其實佢輸咗尊嚴。而九記雖然被人鬧，但係佢哋嘅招牌依然係嗰度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呢個世界上冇乜嘢正義係可以透過胡鬧去達成嘅。如果你真係唔中意一間鋪頭，最好嘅報復方法唔係去門口大嗌，而係永遠唔好再去，同埋話俾你身邊嘅人聽點解你唔去。商業社會用腳投票係最有力嘅武裝。你喺門口大鬧，其實係幫人哋做緊免費宣傳。你睇下呢件事發生之後，又有幾多媒體去報道九記，又有幾多遊客因為好奇而走去試。講到尾，呢場中環街頭嘅鬧劇，只不過係香港2026年前後網絡文化畸形發展嘅一個縮影。大家都追求快感，追求衝突，追求嗰種爽度。流馬車找準咗呢點，所以佢一次又一次咁挑戰公眾底線。但係當大家體驗咗、玩厭咗嘅時候，
佢仲有啲乜嘢可以買？而我哋作為觀眾喺交呢份智商稅嘅時候，係咪應該諗下，我哋到底喺度助長緊啲乜嘢風氣？我哋係咪希望我哋嘅街道每日都充滿呢啲無意義嘅咆哮？定係我哋希望見到更多有建設性、有深度嘅討論？九記牛腩嘅老細同伙計，佢哋嘅應對方式其實好值得學習。面對無理取鬧，最好的方法就係冷處理。你越想我嬲，我越唔嬲；你越想我失控，我越冷靜。當你嘅情緒冇辦法影響到人嘅時候，你就係最冇力嘅嗰一個。溜馬車嗰35分鐘嘅表演，最後只係換嚟一個警察嘅登記同埋網民嘅嘲笑。呢個 KO 其實係喺心靈層面上嘅。我哋再分析下除三害呢個名目。溜馬車話自己要除害，但係如果你睇返佢過往嘅行為，佢自己帶俾社會嘅困擾，可能仲多過佢所謂嘅害。喺香港法律之下，騷擾他人經營，喺公眾地方滋擾，其實都係違法嘅。佢以為自己喺度執行私刑，其實佢只不過係喺法律邊緣試探。呢件事亦都反映咗香港服務業嘅一個矛盾。我哋一方面想要優質嘅服務，另一方面我哋又好懷念嗰種有性格嘅老店。九記牛腩就係呢種矛盾嘅極致。如果你去九記係想體驗5星級酒店嗰種體貼，咁你一定會大失所望，甚至覺得自己交咗智商稅。但係如果你去九記只係單純想食嗰碗麵，咁你就唔會被佢嘅態度所影響。溜馬車試圖將呢種服務矛盾轉化為社會公義，呢種邏輯嘅跳躍其實好大。如果你覺得態度唔好係害，咁世界上可能有50%嘅鋪頭都要被除。呢種極端嘅思維係好危險嘅。他助長了一種只要我不滿意，我就可以破壞嘅風氣。呢種風氣比起任何一間態度差嘅鋪頭，對社會嘅傷害都更大。所以我哋睇返呢場戲，九記牛腩未必係贏家，但係溜馬車絕對係輸家。佢贏到嘅只係一班睇馬戲嘅觀眾，而輸咗嘅係作為一個正常人嘅基本公信力。而嗰啲喺旁邊起哄、推波助瀾嘅人，其實亦都係呢場智商稅交易入面嘅一部分。大家要明白，真正的除三害係除掉我哋內心嘅盲從、偏見同埋暴力。如果你想香港好，如果你想廣東話文化發揚光大，我哋需要嘅係更多有素質嘅討論，而唔係更多喺街頭大叫大鬧嘅英雄。喺2024年，我哋睇到好多呢類網絡鬧劇，由天水圍到中環，由網絡到現實。每一次有人踩場，每一次有人踢館，其實都係對我哋社會文明程度嘅一次測試。溜馬車喺九記門口嘅嗰35分鐘，係香港街頭文化入面好荒誕嘅一頁。當你下次喺網上見到呢類標題嘅時候，不妨停一停，諗一諗，係咪只要有人大嗌正義，我哋就要跟住一齊欺？係咪只要係老字號，就一定係黑店？答案往往唔係非黑即白，真相往往藏喺嗰啲唔起眼嘅細節入面，而唔係藏喺大喇叭嘅咆哮聲入面。九記牛腩嘅清湯腩依然每日新鮮熬製，溜馬車嘅大喇叭依然四圍去尋找下一個目標。呢個世界好似冇變過，但係我哋嘅判斷力唔可以唔進步。唔好俾呢啲所謂嘅智商稅收割你嘅時間同智慧。做一個清醒嘅觀察者，比起做一個熱血嘅盲從者，係辛苦好多，但係亦都更有價值。溜馬車被 KO，唔係因為佢唔夠大聲，係因為佢嘅邏輯根本站唔住腳。佢試圖用一種害去取代另一種害，結果只係製造咗更多嘅噪音。九記牛腩嘅事件話俾我哋聽，無論你係做生意定係做人，實力同埋底氣先係最重要嘅。你碗麵好食，你就有資格囂張。雖然咁講唔係幾好，但係事實，你個人有冇素質，你講嘅說話先至會有人信。大家喺呢條長長嘅路上面，要交嘅稅已經好多，千祈唔好再交埋呢種無謂嘅智商稅。睇片可以係娛樂，但係唔好將娛樂當成真理。希望大家喺追求美食嘅同時，亦都有一顆冷靜嘅心，去分辨是非黑白。呢個就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內容。唔好再俾呢啲除三害嘅戲碼呃到，因為真正嘅智慧係唔需要透過咆哮去證明嘅。最後，我哋講返呢個除三害嘅諷刺。
喺電影入面，主角最後係獲得咗某種程度嘅救贖，但係喺現實嘅網絡世界，呢啲鬧劇往往無結尾，只有下一場更大規模、更荒謬嘅表演。我哋每一個人嘅點擊，每一次轉發，其實都係喺呢場戲上面加多一塊磚。如果你覺得呢種行為係智商稅，最好嘅做法就係保持沉默，等佢自然消滅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回望2年前嘅呢場鬧劇，你可能會覺得好笑，甚至覺得無聊。但係如果我哋唔從中吸取教訓，咁樣嘅流馬車只會越嚟越多。我哋需要一個更成熟嘅網絡空間，一個唔需要靠衝突嚟換取關注嘅環境。九記牛腩依然喺歌賦街，遊客依然喺度排隊，流馬車依然喺佢嘅網絡世界入面掙扎。呢個就係香港，一個充滿矛盾、充滿活力，但係有時又令人好無語嘅地方。我哋要做嘅就係喺呢啲嘈雜聲之中，守住自己嗰份清醒，唔好俾智商稅搞亂我哋嘅生活。2024年發生嘅呢件事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案例研究。它教識咗我哋乜嘢叫流量嘅代價，乜嘢叫老字號嘅韌性，同埋最重要嘅乜嘢叫觀眾嘅覺醒。當你睇完呢場鬧劇，你係覺得流馬車好型，定係覺得佢好可憐？你係覺得九記好過分，定係覺得佢哋守護住咗自己嘅尊嚴？無論你嘅答案係乜，最緊要係你有自己嘅思考，唔好俾標題黨呃到，唔好俾咆哮聲嚇到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保持冷靜先係最高級嘅智慧。流馬車踩場九記，鬧足35分鐘，最後被社會嘅冷淡同法律嘅嚴肅所 KO。呢個結局其實一早已經寫好，只不過有人選擇入戲太深，而有人選擇笑而不語。我哋今日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以後喺條街度見到呢啲除三害嘅表演，可以行開少少，唔好俾啲口水花噴到。你要記住，你嘅時間好值錢，唔好浪費喺呢啲無意義嘅智商稅上面。九記嘅牛腩好唔好食，你自己去試過先知。流馬車嘅說話值唔值得信，你自己用腦諗下就明。做一個聰明嘅香港人，由唔交智商稅開始。